好啦，伫这个车祸也则是灾难的现场，总是会当看到消防特殊人员用锁啊咧救伤患。今年度这个亚洲上界大场的锁啊救援比赛，全台湾各特殊队总共有18支的队伍来参加。这个比赛的项目有体能甲救援情景这两关。比赛的结果是高雄锁啊救援队摕到金牌。 要伫真悬的厝顶，伫空中换锁啊！再给全给。顺锁啊，慢慢下降，爱将伤患顺利甲救落来，锁来要有这一关。走。伤患伫山坪，两个队员伫面顶扭锁啊，将人家扭起来。一摆过一摆的中风，山坪卡各有队员的协助，另外各有球顶的救援。伫台中雾峰救治一分区举行的亚洲最大的锁啊救援比赛，今年度全台湾各特殊队总共有18支队伍参加。比赛项目有体能要救援情景两关。高雄锁啊救援队 KRT 伫满分700分的比赛中，得到674分，摕金牌。 大家真欢喜上台领奖，这个成果是进前辛苦训练来。再怎么苦，其实大家也都不会讲，但那些苦都是甘甜的苦啦。困难度真悬的所爱救援比赛，每一支队伍拢是关难过，关过，展现台湾特殊队的救援强度。这摆得到冠军的高雄队，搁添一笔公赢记录。